在為你報時，而家嘅時間係晚上7點。FM 88.8，中山廣播電視台環保旅遊之聲，環保旅遊之聲。全程路況每分鐘，盡在中山電台馬路通888馬路通。時間嚟到傍晚7點，而家睇到咧就呢個口興牌坊對開轉盤嗰度有啲麻煩嘅。咁啊，蓮園西路啊比較濕滯啦嚇，同埋咧就係元豐橋呢邊咧比較多車嘅。中旅彩虹對面嘅位置有少少多車，蓮豐新村個斜坡咧都係咁，同埋興中道有一橛仔都係排隊。其餘嘅路段整體交通狀況咧都尚算唔錯嘅。好啦，今次嘅馬路通就到呢度，歡迎各位報料，報呢線係23321100，我哋下一節再見。正點新聞快訊。據國家統計局中山調查隊28